近日，刘嘉玲晒出去滑雪的视频，他们借此来提前庆祝圣诞。刘嘉玲和梁朝伟组了一个团，9个人，都是明星好友。从刘嘉玲晒出的视频来看，有冯德伦，还有他们多年的老友王菲，而且王菲还带着小女儿李嫣。他们选择的是著名的滑雪胜地，到处能够偶遇名人。看看刘嘉玲晒的雪景，漫天大雪，极致雪景，树林小屋，他们还为圣诞准备了美酒，很有节日气息。刘嘉玲和梁朝伟都是滑雪爱好者，2个人还一起坐缆车拍照。刘嘉玲还分享了2人滑雪的样子，行云流水，技艺精湛，一看就是高手。而刘嘉玲也说了，一共9个人去滑雪，7个人上场，2人没上场。大合影中，王菲和女儿李嫣蹲在最前面，母女俩手拉着手，能看出母女感情很好。不知道嫣儿有没有上场？李嫣正在英国读大学，看样子她也已经放寒假回国了。